大家好啦，我係 Matthew，咁我就攞咗 HKU Medicine 嘅 offer。報呢個醫科嘅過程咧，我覺得都係 Kevin 係幫到我比較多啦。咁當然都有其他導師都幫到我喺唔同嘅方面啦。咁首先就係可能阿 Kevin 就會喺即係 interview preparation 啊，佢即係寫 personal statement 嗰度都會俾到好多嘅意見我啦，俾我 shadow 醫生嘅機會啦。咁同埋都會揾到好多相關嘅 ECA 就去增潤我自己嘅 CV 同埋 personal statement 嘅。咁除此之外，即係都有 tutor 係即係會幫我即係準備 IELTS 同埋 UCAT 啦。咁喺呢一方面都令到我嘅application 係更加有競爭力咁樣。首先大家都係要揾翻適合自己嘅溫書方式啦。咁例如我個人嘅話就會都係着重於係即係做 past paper 啦。咁因為我自己就係讀 IL， 咁我就會好好咁樣分配時間啦，整個即係可能有個時間表咁樣啦，咁就去分配下即係可能由2019年去到2025年嘅 past paper 嘅時間表咁樣啦。溫書嘅時候遇到壓力啊或者緊張嘅話咧，咁我可能就會揾啲方式去減下壓咁樣啦，例如打下機啊或者聽下音樂啦。咁有時都會可能去做下運動咁樣去令到自己放鬆啦，咁就可以即係有更加好嘅心情去繼續溫習。喺 interview 呢方面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到，即係可能到時佢會問啲特別啲嘅問題啦，咁可能會你意想不到啦，不過都要冷靜應對咁樣咯。同埋大家都要準備好 self intro 同埋啲可能比較 generic 嘅問題咯。咁報醫科嘅各位同學仔就要留意呢幾點。